今天到點，閘門收到了港島的一位粉絲郵寄過來的一把車鑰匙，一把納智捷的車。嫌這個鑰匙太舊了，沒有功能，來改裝。我們家最新款液晶鑰匙，安排檢測一下遙控信號，3個按鍵的信號都沒有反應的，直接開拆這個鑰匙的外殼，看一下裡面的芯片。把這個芯片拿下來，等一下我們升級好了之後，他進行2次檢測的。他這個鑰匙殼確實太舊了，把這個芯片放在一個焊接台上，閘門會有專業的師傅給你進行個無損的焊接。這個過程的我們都是需要技術活的，每一步都要焊接牢固，因為改好的液晶鑰匙可以長期使用的。然後拿出他要改裝的這款液晶鑰匙，款式的話可以任你挑選，喜歡哪一個款的可以來告訴我，把焊接好的芯片他安裝上去，裝好了之後蓋上一個後蓋，這樣子一款全新的就可以升級的，非常漂亮了。升級好了之後，添加了一個液晶顯示屏，屏幕的話可以用來看時間、看日期的。是看到我們視頻之後，比他原車鑰匙好看太多了。兩個鑰匙對比區別很大，還升級了無鑰匙進入，可以靠近車門自動解鎖，離開車3到5米自動鎖車，升窗預約，後尾箱自動開啟，也可以連接我們的手機控制車，這樣子可以帶手機出門。功能調配好了之後，再次檢測信號。現在按鍵信號的頻率都是正常，這樣就可以給粉絲打包發回去了。